大家好，今日 CSL 產品專員要同大家介紹專為小朋友而設嘅電話手錶 IMO Watch Phone Z1H。呢款手錶功能齊全又安全，絕對係小朋友鍾意、家長放心嘅最佳選擇。IMO Watch Phone Z1H 用咗 TPU 物料製造，柔軟又透氣，加埋雙排孔設計，戴落貼手又唔焗，小朋友戴足成日都冇問題。加上支援 IPX8 防水，可以浸落2米深水長達60分鐘，落雨洗手甚至游水都好方便。呢隻電話手錶最重要嘅功能就係通訊，佢支援打電話、視訊、短訊同 GPS 定位。打卡提示只要連接屋企同學校 WiFi， 家長就會收到小朋友嘅定點通知，安全性夠高。佢仲內置來電過濾功能，可以自動拒接陌生號碼、詐騙電話或者垃圾短訊。家長仲可以設定白名單，確保淨係信任嘅人先可以打嚟。而 Class Mode 就可以設定上課模式，期間唔可以玩手錶，淨係可以睇時間或者聯絡管理員，唔會影響小朋友學習進度。仲有日程鬧鐘功能，家長可以預設小朋友每日要做嘅事情，例如做功課、溫習、運動、瞓覺。到時間手錶就會提醒，幫助小朋友培養良好嘅時間管理習慣，養成更有規律嘅生活方式。IMO Watch Phone Z1H 仲內置740 mAh 大電池，充一次電就可以用足7日。多個功能幫助小朋友變得更自律之餘，亦令家長放心。快啲嚟 CSL AI Store 試戴，感受下呢隻超強兒童智能手錶啦！